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哋今日嘅人工智能普及課程。今日係單元3嘅第8課，主要來學點用 AI 修復屋企珍貴嘅老相，同埋將 AI 變成我哋嘅隨身私教。上堂我哋講過 AI 可以幫我哋規劃旅行同出遊，大家只需要話俾 AI 知3件事：想去邊度，去幾多日，預算有幾多，仲有自己中意點樣玩。AI 就會幫你整一份完整行程，連搭車、轉車、景點推薦全部幫你諗晒，唔使自己慢慢上網揾資料，好方便㗎。好多朋友屋企都收埋幾十年前嘅舊相，擺耐咗會發黃、發霉，仲會爛、花面。AI 修復老相就係用電腦智能技術，將呢啲殘舊、褪色嘅舊相變返清楚、色彩鮮豔嘅樣子。呢啲相入面全部係我哋捨不得嘅回憶，有爺爺嫲嫲、仔女細個、結婚當日嘅畫面。修復完之後，我哋可以清楚望到親人嘅樣貌，重溫當年嘅情景，留低完整嘅紀念。AI 修相唔使大家識任何電腦技術，佢自動做足3個步驟，一氣呵成。第一步，識別問題， AI 會自動睇到張相邊度模糊、邊度穿窿、邊度彩色。第二步，自動修復，機器自動補返爛嘅位置，抹走污漬。第三步，煥然一新，整完之後張相乾淨又靚。3個步驟全自動，大家淨係要拎張相出嚟就得，唔使自己整。AI 修復嘅功能好強大。第一，佢可以還原顏色，本來灰蒙蒙、淺到睇唔清嘅藍天變返明亮通透。第二，佢可以將人物變清晰，本來模糊、褪晒色嘅樣貌，五官細節全部出返來。第三，佢仲可以整體翻新，相上面嘅污漬、裂痕全部抹走，彩色地方補返自然色彩。修復相片嘅 AI 工具主要有2種，最基礎係使用手機相簿內置功能。而家絕大多數手機相簿入面都有修復或者增強相片嘅功能，唔使額外落載任何軟件，拎張舊相直接開功能就得，最簡單。第二，我哋都可以下載專門 AI 修復嘅 App。如果手機原生功能效果唔夠滿意，就可以落載專門整舊相嘅應用程式，修補細節，上色效果會更完整。小貼士，大家可以先試下手機本身嘅功能，唔夠好用再下載 App。講完修相，我哋來講下點樣將人工智能變成24小時唔休息嘅私人家教。AI 作為老師有3大優點：第一，我哋可以隨時隨地問，朝早、半夜得閒都得，唔使約時間；第二，無論你想學咩，AI 都識教，唔分題目；第三，永遠唔會嫌你煩，問10次、100次都會耐心答，唔怕醜，唔怕問得多。用法一，叫 AI 用淺白話解釋概念，操作好簡單。我哋可以直接同 AI 講呢句示範，麻煩你用好淺白嘅話解釋下咩係 5G 俾我聽。AI 就會一步步拆開講，避開複雜術語，確保朋友們聽得明，唔會講一啲專業難詞。用法二，叫 AI 幫你翻譯屋企有英文說明書，外國信件睇唔明，直接吩咐 AI 就得。例如我哋可以同 AI 講，幫我將下面呢段英文說明書翻成淺白中文。AI 會用日常白話翻，一眼就睇得明內容。用法三，叫 AI 朗讀文字俾你聽。如果大家眼攰，字體太細睇唔清，或者做家務想一邊做一邊聽，可以咁樣同 AI 講，麻煩你將下面段文字讀出聲俾我聽。呢個功能超實用，睇書睇新聞唔使長時間捱眼。AI 學習最好嘅方式係對話式學習，好多朋友用 AI 淨係問一句就完，其實唔夠深入，最好一路追問，持續同 AI 對話，咁就可以對呢個問題學得更透徹。舉個完整例子俾大家參考，你先問，請問咩係高血壓？跟住追問，高血壓會有邊啲症狀㗎？再繼續問，平時要點樣預防先得？一層層落去問，你對呢個話題就會完全明白。而且人工智能永遠有耐性，大家唔使急，慢慢問，慢慢學，完全唔使怕尷尬。今日嘅課堂之後，請大家返屋企做2個小練習，鞏固今日學嘅嘢。第一，練習修復老相，返屋企揾一張屋企嘅舊相，打開手機相簿，試下入面修復、增強相片功能，親自操作一次睇下效果。第二，同 AI 問一條學習問題，諗一樣你一直想了解嘅知識，用對話式方法問 AI， 一條接一條追問，體驗下 AI 私教點樣教你。用人工智能冇所謂對錯，只要肯動手嘗試，就已經係好大進步。今日課程內容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。